了解成果，落下的叶片正如毒虫，故事深处信仰，沉默的人也能张开口。嘴上说着祝福的理由是真实对自己的借口，每当日落之后，要怎么面对一无所有？找不到在这宇宙之中活的必要，看不到未来会到哪个地方，只想要抓紧身边的一花一梦和草，可每个